最近好多港澳嘅朋友仔咧私信 Lily 咧問，近關口有冇啲首期低、性價比高，而且仲送埋全屋家私電器嘅樓盤咧？咁今日呢一套咧就啱晒你哋啦嚇。咁而家呢個首期咧只需要3萬蚊嚇，而且咧係拎包入住嘅一個方案嚟嘅。今次鏡頭咧過嚟參觀一下呢一套單位咧係89平方嘅3房2廳2衛嘅一個戶型嘅。咁樓下呢邊咧配套已經好成熟噶啦嚇，而且咧18分鐘可以翻到我哋關口，都有熱子嘅巴士可以翻到香港嘅嚇。首先過翻嚟見到我哋一個餐廳，見到嘅餐台啊、凳啊呢啲咧都係開發商而家送俾大家嘅。裡面咧就係我哋廚房嚇。U 字型嘅一個設計，見到個吊櫃啊、廚房三件套啊，同埋冰箱啊呢啲咧都係送俾大家噶嚇。咁再過翻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客廳，89平方可以做到咁樣嘅客廳都係相當唔錯噶啦嚇，比較闊落嘅。見到個沙發啦茶几啦、電視櫃啦，以及電視機啦、空調啦都係送埋俾大家噶，同埋好貼身，窗簾都做埋俾大家，成套搭配嘅嚇。再過翻嚟咧就係我哋一個陽台啦嚇，陽台咧可以望到我哋嘅湖景，以及咧我哋呢邊咧就洗衣機都送埋俾大家噶嚇。咁呢一套單位咧總價咧82萬，特價單位都有嘅嚇。再跟住鏡頭咧過嚟參觀一下我哋嘅休息區啦嚇。小區咧都有熱子嘅巴士可以去到拱北啊，以及我哋一個香港嘅嚇。咁呢度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咁後面咧就係一個3房啦嚇，咁呢度係第一間房，會細些少，到時可以做衣帽間啊、工作室啊、兒童房嘅。咁呢度咧可以作為一個客房，見到嘅床啦、床頭櫃啦，以及衣櫃啦，都係開發商而家送俾大家嘅嚇。咁最後嚟到咗我哋主人房啦嚇，主人房咧係套間嘅設計嘅，同樣啦床啦、窗簾啦嚇呢啲咧見到嘅咧眼見即所得嚇。開發商而家做緊活動嘅，如果最近咧，有喺度揾近關口啦，環境靚嘅，同埋配套成熟，又想低首期，又想拎包入住嘅咧，咁今日呢一套咧，值得你哋過嚟了解嘅。歡迎聯繫Lily 過嚟實地睇樓啦，Lily 可以同開發商同你申請一個優惠嘅內部價㗎。